后来继续来看中华河美有一个关键，讲所长甲拍考绩拍真低，伊真不满，为着要来报复，为着要拖所长嘛，互处分，所以伊来录真济真无妥当的影片，像讲穿警察的制服、啉酒、唱 KTV， 像讲用雅士落雷点烟，像讲用这个尻川被夹仙女棒安尼扭，这影片伫网络顶流传，互民众看到拢生气。分局长讲，伊严重影响到警察的名声，破坏民众对警察的信赖，家己一记的大告来处分。不过，这个关键伫面册讲，11月2日，伊就要辞掉警察的工作，原来是要离职咯，才敢甲天公照打，胡白乱舞。中华河美这个姓杨的员警穿制服伫 KTV 举麦鼓伫唱歌，伫街路跳舞。用家水路点火，伫派出所内底有失控行为，用尻川夹仙女棒。这影片互人伫网络传来传去，伊伫面册写讲，伊将伫11月2日施行。这个姓杨的员警29岁，警专31期，捌伫三峡分局蔡甲派出所服务过。108年10月2到112年5月2日，调到中华河美大厦派出所。5月2到11月2日，申请由囡仔停职。停薪了后，调派警备队11月2日辞职。辞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不满考绩的分数伤低。伊108年、109年、甲110年拢摕到1， 111年摕到丙，被分局列为态度的对象。工作期间那个有巡逻不确实，以及装备领用不落实。那另外也有勤务中用手机观看影片，以及这一个受理民众案件有延宕。姓杨员警传这无妥当的影片，高赞真生气，认为伊破坏伦理，严重影响到警方的名声，已经报请警察局。该记一粒大告，这个姓杨员警进前伫三峡服务时，伫派出所内底饲13公的鱼甲龟上过新闻，佮捌因为要争取家长叫一个15岁少年囡仔去超商买烟，互伊掠，互人反起诉处分。即摆是因为要离职敢若是要报复所长分数甲拍伤低，拍算要互所长被连坐处分，所以讲翕这影片又搁引起争议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